行政院今仔日来讨论民法修正案，要来放宽离婚的条件。未来若准这翁仔某伫咧5档内是分期3档，安尼就会使来请求离婚。原来这修正案内底也公平，这赡养费请求权的时效是2档，若准搁再计错，就袂使继续提钱啊。 这几年来，台湾的离婚率直直增加。目前，若是要离婚，除了夫妻双方协议，也会使向法院申请裁判离婚。拜是行政院通过民法的修正草案，修正放宽未来若是婚姻关系5年内累积3年分期，双方拢会使提出离婚诉求。本次修正的效益呢，有3大效益：完善我国离婚制度。 保障婚姻双方的权益，这非常的重要，而且可以符合国际公约的规范。法务部表示，分期时间符合修正草案的规定，会使做离婚的事由，同时也实施公平条款，来维持双方的公平性。也若律师是认为，虽然这是参考外国的做法，不过台湾的结婚定义和外国是无同的，这伫实务上可能不是一个放宽，颠倒会变做是一种限制。咱即个实务的看法是讲啊，你只要无法度维持婚姻，再提出证据来，不管讲你是1年2年的分期，还是讲有啥其他状况，拢会使法官来判断讲到底会使离婚，袂使离婚。你既然硬性来规定讲5年爱3年的话，反而互法官有一个限制，无法度讲啊真的有分期1年2年，啊其实确实真的无法度维持婚姻啊来做一个离婚的判断啊。另外，这个修正的部分也修订赡养费的制度。原本若是属于无过世的人，而且生活经济有困难，对方拢爱付赡养费。未来收赡养费的人，若是再婚，对方就无需要搁给付赡养费。针对这部分，律师表示，实务上大部分赡养费拢是一概付清。这个增订再婚袂使搁收赡养费，是符合维持婚姻关系公平性。修法草案续落也会送立法院审议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。